来看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调查，今年会发年尾奖金予员工的公司大约有68%，伊若平均是发1.56个月，领上侪是半导体产业。即马因为美国关税无确定性的影响，真侪企业对明年的景气态度嘛是较保守。要毋过呢，这公司有考虑讲营运状况，还有市场真欠工，嘛想要维持市场的竞争力，所以明年也是有60%的公司愿意替员工调薪水。特别年底啊，真侪民众嘛开始得期待年尾奖金。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统计，今年会发年尾奖金予员工的公司大约有68%，年终的金额平均是1.56个月，其中年终上侪的是半导体产业，拍算是发1.98个月。应该电子业的谈法都是，当时候谈好就是1年多少年薪，然后年终就是几个月。13个月，那年终可能就是1个月；14个月，可能年终就是2个月。1个月当然可以2个月更好。另外，在调薪水的部分，科技、软体也有网络产业等等是调薪调上侪的。根据调查，因为美中关系和关税政策的无确定性，多数企业对明年的景气态度也是偏保守。敢若半导体产业对明年发展有较乐观的态度。但是考虑到公司营运状况、欠工和维持市场竞争力，明年也是有64%公司愿意起薪水。人力银行是讲，员工若是要有更较好的薪水，嘛建议会当进修 AI 科技的能力，来应用即马机械制造业、电子零组件和电子制造业对 AI 的人才需求。其实 AI 已经变成我们企业上面所谓的基本的一个能力项目了吼。那不断的去挖掘具备有 AI 人才的人，当然是目前企业常在做的事情。根据人力银行的观察，目前台湾整体的薪资演平化的趋势是愈来愈严重，人才拢走对薪水较悬的高科技产业去，其他产业招人才压力嘛是愈来愈大。嘛，呼吁业界要请人才，除了薪水、品牌，也有其他福利等等，嘛是民众找头路的是重点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